莎拉享受127岁，就是莎拉一生的岁数。莎拉死伫迦南地的基列，阿爸就是希伯伦。亚伯拉罕为伊哀痛考考。后来亚伯拉罕对世人面前起来，对何人讲：我伫恁中间是外人，是寄居的，求恁伫这里，互我一块地，我也好埋葬我的死人，互伊无伫我眼前。好人回答亚伯拉罕讲：我主，请听，你伫阮中间是一位尊大的王子，只管伫阮上好的坟地内埋葬你的死人。阮无有一个人无用你伫伊的墓地内埋葬你的死人。亚伯拉罕就起来向迄地好人下拜，对因讲：你若有意叫我埋葬我的死人，互伊无伫我眼前，就请听我的话，为我求所拟的后生以弗伦，甲田头顶迄个麦比拉洞互我，伊也会当按照足价卖互我，做我伫恁中间的墓地。当时以弗伦正地伫好人中间，怎呢？好人以弗伦伫城门出入的好人面前对亚伯拉罕讲：不然，我主，请听，我送互你这块田，连田里的洞也送互你，伫我同族的人面前，拢互你会当埋葬你的死人。亚伯拉罕就伫迄地人面前下拜，伫因面前对以弗伦讲：你若应允，请听我的话，我要将田价互你，求你收落来，我就伫遐里埋葬我的死人。以弗伦回答亚伯拉罕讲：我主，请听，值400舍客勒银两的一块田，伫你我中间，算什么呢？只管埋葬你的死人吧。亚伯拉罕听从了以弗伦照着伊伫好人面前所讲的话，甲买卖同样的银两，并了400舍客勒予以弗伦。怎呢？麦比拉万里前，以弗伦的迄块田甲其中的洞，并田里4位的树木，拢定准归予亚伯拉罕，就是伊伫好人面前并声名出入的人面前买妥当的。此后，亚伯拉罕甲伊的牵手撒拉埋葬伫迦南地麦里的麦比拉田里的洞内。万里就是希伯伦。从此，迄块田甲田里的洞就照着好人定准归予亚伯拉罕做墓地。